歲嘅葉生同66歲嘅太太從此永別，工作表面上仍然停留喺火警當日嘅時間。我掛住我，其實我而家每朝早，我都仲對住佢個 WhatsApp 同佢傾偈。問佢你嗰邊點啊？我哋都 OK 冇事啊，你唔好掛住我哋，不過我好掛住你。葉生同太太結婚44年，有2個仔，3代同堂。佢自己同細仔一家分別住喺宏福苑2個單位。大火當日，葉生同太太都喺宏泰閣單位。最初見到有煙，葉生決定先落樓了解，諗唔到火勢嚟得猛烈，即時打俾太太叫佢走。太太又聽佢講，不過鄰居事後同佢講，佢仲做一件事，就係拍門通知更多鄰居逃生。佢唔會淨係拍2個單位嘅門，佢一定會轉過去嗰邊，佢嗰邊嘅單位佢都會拍門。佢認為嗰啲嘢係啱嘅，佢就會堅持去做。邊個都阻止唔到，佢並冇刻意咁去用命換命，大家都唔覺得嗰個嚴重性咁高。我落樓嘅時候，我仲係撳 lift 落樓嘅。三父子奔波多日，消防喺火災之後第5日喺單位浴室入邊發現太太嘅遺體，除咗身份證，仲係一件禮物認出佢。我太太一直戴住嗰條頸鏈，我應承咗佢，我話如果我有能力，我就會帶過去世界各地，帶佢環遊世界。我而家淨係同佢做咗一半，我一直都好自救，我冇可以將佢帶返出嚟。其實我應該係夠時間叫佢出嚟。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，葉生希望能夠認真查出各個環節嘅漏洞。嗰150幾個，呢啲全部都唔應該死，好可能係好多種唔同嘅因素擺埋一齊之後，而形成嘅一個慘劇。我真係唔知道。當然，我真係好希望政府能夠認認真真俾一個答覆出嚟。每一個環節都有人應該要負責。佢目前住喺大仔大埔嘅住所，不過未來方向仍然迷茫。無論係點，長遠仍然希望繼續留喺大埔。我哋係好窮嘅時候，然之後開始生活慢慢好轉嘅時候，所有嘢喜怒哀樂都喺呢度。我寧願你重新整返去我間屋，我搬返入去住，我都要留返喺呢度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。